来看马英九基金会邀请中国学生来台湾访问，今仔早起去政治大学大贤图书馆参访，前总统马英九冇陪同，政大是无安排学生的交流。也毋过，台湾中国倒球奥运的金牌马龙是啥袂少学生囡仔的注意。 我觉得这次透过两岸交流，希望可以在两岸的无论是体育或者是艺文，或者是以后更多其他领域都会有更多、更良足的发展。Ma Lo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elebrities in China, so I think it's a great gesture from China to send him to Taiwan and encourage mor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. I think it's a great. 马英九今仔陪访问团去政治大学，下晡会去临安太古厝甲台北空祖庙。中国空气前的奥运金牌选手杨倩会接受媒体访问。明仔载访问团会去文化大学，冇安排马龙进行倒球的交流，嘛会接受媒体访问。